无理由，为爱多做起歹笑，连绵情伤恼忧愁。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再度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 RABB 大大哦。抱歉哈，刚刚呢这个网络的问题呢，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下下哈。先来聆听我们一诺打金爵的 CD 专辑，稍等一下呢，我们的观众朋友进来。我刚刚网路这里宕机了，你们的网路没有宕机吗？我不知道哈，因为我这里我连这个电脑呢也连不上去，那呢，我这个平板我也无法看到你们的留言。我想说呢，大家呢到底是这个网路正不正常哈？所以说呢，我们就重新来过哈。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宕机的哈？来，也欢迎我们的蛙贵，我们的管理员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很抱歉哈，再让大家2度上来哦。稍等一下哦，等一些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等一下呢又会赶快来切主题哦。今天会补满补到10点哦，感恩大家。生病讲做，国内真是怪命。金鸡玉扣出身帝王家。是哦，你们刚刚的手机没有宕机吗？因为我这边是完全宕掉，我完全看不到大家的留言，所以说呢，我以为大家跟我都一样是这个宕机的状态啊，原来是我自己而已。哦，你直接以为跳针啊，所以你刚刚也有宕机吗？来，我们来听个这个电台的歌曲，我们来听这个7字调，感恩大家哦那个新进来的朋友记得呢帮我这个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很抱歉刚刚微微的宕机状态。来，7字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笑嗨嗨。网路来当机啊，真凊彩。文化推动，恁着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啊报你知。网路来当机啊，咱就顶来。戏剧传承，又让我亲手栽。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
明天呢，北部的天气呢，真是恭喜你们哈！明天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呢白天是0%哦，但是呢晚上呢一样有10%左右的这个降雨几率。那呢，这个从台北、台中到台南呢，这个北中南呢都是一样。都是呢0%，那晚上呢转这个10%左右，所以呢先恭喜一下呢我们北部的朋友哦。再来呢，台东的天气呢，台东明天的天气呢，降雨的几率大概在10%到这个20%左右，所以明天台东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再来呢，也欢迎呢，不管是我们这个蜜蜂大大，我们的 RABB 大大，我们的蛙贵大大，我们的忍者大大，还有我们的伟成哦，还有呢我们的美玲啊，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后，这个伟成说呢，这么刚好，这样子应该没有算迟到吧？嘿，对了，这样子没有算迟到了哈。今天会补满时数给大家了哈，大家可以放心。再来呢，这个蜜蜂大大问说呢，有没有吃过这个米血冰啦、炸蟑螂啦，然后鸭血豆花啦？奇怪，怎么都这么奇怪的东西哦？再来呢，美玲说呢，晚上好，我是礁溪人哦，也欢迎我们的美玲哦。礁溪人，那你昨天这个地震应该有震到一下下就对了啦哈。然后伟成说呢，直接唱呢，我懒得盯来没有错，我们就把它融入歌词里面哦。欢迎呢，我们新进来的朋友，我们的 SUE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新旧朋友呢，记得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来播报一则我们台南的新闻哦。今天呢，在我们的台南高铁居然呢有这个男子呢落轨就掉下去了。结果呢，身亡了所以说呢，这个台南呢也有在研议说呢，要来装这个防护门呐，但是呢，最快呢要到2028年才可以全面的装完。是否有点太久了呢？至少要这个2年的时间那呢，大家呢，如果不管是坐火车啦、坐高铁呢，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也欢迎我们的淑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是我们金门的新闻哦。金门呢有办这个岛屿节再来呢这个火舞的表演者呢不小心呢失误，结果呢被火呢烧到这个脸部2度的这个烧烫伤所以说呢也返回台湾呢来做这个治疗。那呢，这是我们金门的新闻哦。不管呢你是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者啦等等之类的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哦。这个金门呢，这个岛屿节有这个表演者呢，火舞的表演者烧到脸部这个2度的烧烫伤哦。也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抱歉超前一下进度，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听个花椒宴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分阳光报70相寿，心不快惜无理由，为爱多子去拜寿，连连金扫老优秀。
金鸡，答应归爱结连理，心情凉落养富贵。变水，天梯乐观，天报应，我嘅悲在孤单，好嘛一回过。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也欢迎我们的玉洁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欢迎我们的 ANNE 大大哦，他给我们一个赞哈、哦，感恩我们的 ANNE 大大。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陈晨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然后呢，我刚才有看到哈，忍者呢也非常的可爱哈。这个呢，他直接写说哈，分解好哈，哇，直接哈把两个来做结合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安逸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也欢迎我们的妮妮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再来播报这则新闻，叫做我们台中的新闻哦。台中哦有这个呢，偷窃的惯犯哦，去偷窃呢，这个上百捆的这个电线哦，完蛋了，被刚才这个网络重新来哦，这个我的这个脑袋也宕机了哦。这个呢，偷窃的惯犯呢，去偷窃了上百捆的这个电线呢，哇，这个业者损失了80万左右哦。而且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遭失窃过了，所以说呢，他就想说把这个电线呢把它锁起来了。想不到呢，是3个这个窃贼呢，还穿这个团体服去偷窃哦。哇，真的是连出去偷窃都还要穿这个团体服装这是什么情形呢？再来呢，播报的我们台北的新闻，有关于呢，在这个总统府的附近来亮刀哦。有这个呢，27岁的男子呢，骑着这个 U-Bike 哈，结果呢，沿路呢，他就按这个铃声啊，铃铃这样子哈，结果呢，有一个71岁的男子呢，这个路人呢，他就怀疑了一下，他说呢，奇怪哈，在这个条路上呢，是可以骑这个 U-Bike 的吗？就跟他呢，引发了这个冲突哦。想不到呢，这个27岁的男子哦，从他的包包里面呢亮刀啊，还好呢，在这个总统府的附近啊，维安人员呢警力非常的多，派了呢这个30几个警力来呢劝说他，来包围他哦。这是呢在我们台北呢这个总统府附近的新闻哦。再来我看到呢这个蜜蜂大大说这个
皮蛋豆花哦。你确定呢？这个皮蛋豆花是能吃的东西吗？为什么呢？要把这么多东西呢加在一起呢？嘿，再来呢，播报我们台南的新闻。台南呢有这个阿嬷吼，这个骑机车鬼切啦啊！如果呢你有常来这个南部的朋友吼，大概就知道呢，这些不管阿公阿嬷吼都会鬼切的吼，都会呢不小心呢就往左偏一点呐、不小心呢就往右偏一点这样子吼。结果呢这个阿嬷呢鬼切呢，想不到吼跟这个汽车呢发生了这个擦撞哦。结果呢，倒地之后呢，大家把他扶起来之后呢，他说我有事要赶着去办，所以说呢，我就先离开了，就骑着他的机车离开了。等到呢，这个警方到场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驾驶也说大家都傻眼了啦。这个阿嬷呢，居然如果要告他的话他算是这个肇事逃逸哦。所以呢，不管呢有没有受伤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要等到这个警察来，不要呢私自的呢就说因为我没有受伤，或者是呢我赶着要办什么事情呢而离开哦。这个呢，如果被对方告了你会有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嫌疑，以及呢也会怀疑说呢你是不是因为有酒驾啦，还是有毒驾等等的情形才不配合这个拦查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大家开始呢聊起来了一直传这个群组我的群组都快歪楼了请他以这个戏曲为主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小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小秋。抱歉因为刚刚这个网络的宕机，所以说呢我也没办法看到大家的留言所以我们才重开来穿插一下歌曲，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哦。我们来聊聊七字连空奏，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回府好受亲像姑娘，羞愧又愤慨，风风记笑你无悔做定悲哀，一步经顺选骄傲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冤家当存啊，当心精神渐将生地大义，何言伦理何以在？
可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哦，请问大家觉得好听吗？七字连空奏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说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他们各说各话的情形。你们有没有常常呢？这个你跟朋友呢，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你们各自说自己的话语呢？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的这个小秋说呢，雨涵的老师雨涵老师今天呢很帅气哦，小座的同学呢觉得是不是呢？抱歉刚刚呢赶修这个网路之后我像是这个宕机一样，像是喝醉一样也感恩呢我们的 ANN 大以及我们的伟成大大，还有呢美玲的称赞哦，他说呢好听，以及呢大家都鼓掌拍手感恩大家。昨天的主题内容呢，跟他聊了很多，也跟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聊了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内容。那么今天的主题内容呢，为什么切说呢？心电感应其实呢与你的交友还有磁场有关系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下去哦。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的拍手。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聆听吸取小知识，明天的天气以及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也欢迎我们的 FIRE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叫做心电感应，其实与交友磁场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下去咯。昨天呢，跟大家聊到说呢，如果呢，你觉得呢，跟这个人的磁场不合，你觉得呢，需要跟他保持距离呢，就默默的退场，不要呢这个正大光明的跟他杠上哦。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社会呢，这样的意识非常的恐怖，也有人呢拿刀子的啦，也有人呢放火的啦，也有人呢拿这个开车冲撞的啦。所以说呢，尽量呢不要与别人来正面的冲突，以及呢他说这个激烈的断交呢，就是想说呢我们像是所求关注一样这是呢我昨天呢刚好在这个下播之后看我们的 YouTube 的时候呢看到的这个佛教的影片哦。那呢拿上来跟大家讲不是要来传教，不论呢你来听这个，你是佛教的啦，你是基督教的啦，你是道教的，你是呢天主教的，又或者是呢跟我一样我是这个道教的，但是呢我来听这个佛法的影片从中呢来跟你讲呢有一些道理呢是有相关联的哦。其中呢他就在讲说一切的这样子激烈的断交啊，只是呢变相的呢所求这样的关注也就是说呢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不喜欢这个人你们也一起呢讨厌这个人，不要与他相处这个就是呢所求关注哦。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一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如果呢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离开呢，就应该呢悄悄无声无息的呢悄悄的退场，
以及呢，就把这个人从你心中很重要的位置呢，把他呢搬移到这个礼貌寒暄的啦，以及呢，甚至像是个路人一样的就不要呢正面的冲突哦，以免呢发生这样子的危险。以及呢，他也书中也有这个影片当中呢，也有在说到这件事情哦。他说呢，恶人呢自有恶人磨，然后呢，谎言呢自有因果破。意思就是说呢，何须需要呢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来替天行道呢？哇，我觉得好有这个意义哦。现在在念什么呢？是与昨天的这样的主题内容有相关联的，也跟呢今天的主题内容有相关联的哦。那呢是我刚好昨天下播的时候呢，就看到呢这一则的影片，也跟我呢昨天讲的这个主题内容有些相关联，所以呢我就赶快把它抄起来，线上呢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来，也先欢迎呢我们的 JIAN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 BEAR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在赶这个图他在赶老师的图了在赶我个人的图，所以说呢他比较忙一点，所以呢他就会暂时不留言也欢迎大家呢线上呢聊天哦。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呢你讨厌这个人你就默默的退场就好不要引发呢这个正面的冲突，也以免呢他说与其呢这个在烂泥里呢与人互搏呢不如呢我们就轻轻的呢跨出去，也一身的干净哦。也欢迎呢我们的博翔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刚刚有讲到与人冲突，对不对？我们先来穿插呢一个花莲的新闻哦。花莲呢，在这个超商的外面有一个女生呢，扮成了一个骷髅头的模样，而且呢，全身的装备手还拿着这个玩具枪啦。结果呢，当然路人就非常的害怕，还报警呢，请这个警察来。结果呢，他说呢，我只是在 cosplay 而已啦，因为呢，改天要去这个台北呢参加这个 cosplay 的这个展览，所以说呢，先扮起来呢，先模拟一下下。结果呢，这个警察说因为呢你手上持有这个玩具枪，而且呢是当中这个当街呢这个会有这个维安的问题啦，所以说呢会以这个涉违法来罚款哦。所以说呢跟他讲一下不管呢是这个玩具枪啦、假枪啦、BB 弹的这个枪啦都记得不要再上街呢来亮出来哦。再来也感恩呢我们的这个蛙柜，我们的管理员呢跟他做个推广，他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无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在陪伴呢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先来穿插一下传统的曲调，我们歌仔戏的国歌7字调哦，来给大家听一下。也欢迎呢大家线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哦，一起来聆听这首7字调，感恩大家。心呀白白呀，走三关改我，所以哟推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盆无担百事为无
陪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了自己，当了回心啊，会交开。我们的忍者说的很可爱哈，因为呢，刚才那一则新闻呢，他扮成这个骷髅头的模样哈，在街上呢，有亮着枪，所以呢，有这个涉违法的问题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忍者说呢，如果呢，这个忍者扮成这个美少女战士呢，应该会爆红了哈，应该会被记者采访吧。那呢，我们就期待一下忍者你呢，如果哪一天这个装扮了这个美少女战士呢，在这个街上呢，被这个记者采访记得呢，推荐一下这个雨涵电台冲一下我们的收视率，也感恩你的牺牲哦。再来呢，播报呢我们台北的新闻哦。这个呢，台北的龙山市站哦，有这个呢女生呢骑着这个 U bike 不知道大家骑这个 U bike 的时候呢，会不会把你的随身的包包放在前面的篮子里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女生呢提的都是这个手提包啦，都是拿着的包包，不是呢这个肩背的。所以说呢，方便之下就把它呢放在前面的这个菜篮里面。但是呢，这个女生呢在停这个脚踏车的时候呢，在归还的时候呢，想不到有一名男子来抢劫来抢了她的包包呢，沿路开始逃那呢还好呢，这个女生呢开始呼救呢，来引起呢旁边的热心民众呢来抓这个男子来抢回这个包包。结果呢，包包抢回之后呢，被这个男子给逃走了。这个男子呢也开始这个制造这个断点。什么呢？就是说呢，他原本从这个龙山市站还转站了呢到这个北车才被呢我们这个警方呢给抓住了这是呢在我们台北的新闻。所以说呢，昨天在跟大家讲说，这个钱不露白，对不对？钱露白呢，就很容易有这个偷啦、抢啦、拐啦、骗啦。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你骑乘 U bike 这个呢包包尽量不要放在前面这个置物篮里面，不然呢很容易会发生危险哦。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你们好欢乐哦。是的，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欢乐的平台呢，也给大家一些戏曲的小知识，以及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我们来穿插都马调。反抗之时，煞来无势利，并非故意出手来打紧机，不免强势假大意。驸马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将类型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待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
必我将军身体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塞卡洗洗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负责才能在何害？今日成年，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要告状。你有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定命做行，怎不对你啊？对你来量情，大不了忘情。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哈，也就是我们歌仔戏的传统曲调，我们的七字都马江湖杂念调的其一哦。那呢，这首呢都马调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代表着说呢，这个驸马呢不小心来打到公主一巴掌，这个公主说呢，你必须要跟我下跪道歉，我才要原谅你啦。结果呢，下跪道歉之后呢，这个公主呢还是不原谅他你看呢，这个公主呢是不是非常的野蛮个性呢？也欢迎我们的你就烂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的忍者说呢，这个来一克吃完了完蛋了啦。结果呢，开始讨论这个来一克，有的人呢，我们的伟成也是好奇呢，吃什么口味。然后呢，这个忍者说呢，你选择鱼板这个伟成也说你也选择这个鱼板口味的欢迎大家呢上来讨论一下你没了这个来一克就完了那呢，再来我们是不是要来个3克呢？换个口味啦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一则呢，是有关于我们新北偷窃的新闻哦。哇，在我们的新北土城发生了呢2起都是偷机车的事件。那呢第一起呢是呢随机的偷机车他只要看到说呢你忘记拔钥匙就把你的机车骑走了，而且呢这个骑士原本停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他还帮他缴费才把他的机车骑走感恩呢这个窃贼居然还有缴费这样子了再来呢，另外一则新闻呢，也是我们新北市土城的新闻哦。一样是这个机车呢停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结果呢，遭失窃的原因点是因为他想说呢，我都停在这个地下停车场了，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呢，把这个机车钥匙呢丢在前面的这个置物箱里面。那呢，当然这个窃贼就把他偷走了，就把他的机车偷走了。同时间呢，这个窃贼还偷了3顶的安全帽，以及呢这个汽车的零件也是蛮厉害的他居然拆了这个汽车的零件。这2起呢，这个窃贼呢是不同人，都发生在我们新北的土城区。再来我们的忍者说呢，要改吃维力了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你知道吗？最近呢很流行这个人形的机器人，那呢大陆那边呢也发明了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保险哦。等一下呢再继续跟大家聊下去咯。大
大陆呢发明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保险。原因点在于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虽然听起来呢非常的稳，但是呢，因为它毕竟不像我们人类一样然后呢，可能会踢到人的啦，可能会攻击到人的啦，甚至说呢自己呢会损坏的啦。那呢，这个人形的机器人呢是可以租借的哦。那呢，租借之后呢，你买这个保险你就不怕它摔啦，你也不怕呢它坏掉哦。原来还有这种事情哦。再来呢，也要跟大家呢继续来聊呢我们台湾的经济，以及呢最近呢这个汽车业者开始在促销活动咯。这个呢，汽车业者呢最近呢开始在降价抢这个市场，因为呢新春年前呢开始要赶快呢把一些这个汽车呢销售出去，以及呢要赶快让大家呢领到年终的时候赶快来购买车辆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品牌呢都有这些的促销优惠哦。你喜欢哪一个品牌呢？你喜欢哪一台车子呢？也都可以线上跟我们做讨论哦。也欢迎我们的子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呢这个台中的新闻，有一名女子呢居然中了100万哦，我们先恭喜她。等一下再跟大家聊这则新闻哦。这2天的新闻好像这个新北市的居多，对不对？也有可能是我看这个新闻的时段刚好抄到了时段比较这个靠近都是这个新北的新闻啦。不一定呢是那边比较乱啦我也不太确定。再来呢，来播报我们台中的新闻哦。有一名女子呢买了2400元的这个内衣结果呢参加这个台中呢这个消费的抽奖，结果呢抽到了100万元哦。那呢这个内衣的业者为了要庆祝这件事情呢，准备了鸡排来请大家吃，以及呢隔壁的饮料店呢也参与了这件事情哦。隔壁的饮料店呢准备了200杯的珍奶来请大家喝，这是发生在我们台中的新闻。也恭喜呢我们台中的朋友哦，以及呢不管是这个中奖的女子啦，以及呢有去排到这个鸡排以及珍珠奶茶的朋友都恭喜你们。也欢迎呢我们的 MA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你Taiwanese Opera。维力炸酱面还会加这个加什么茄汁什么东西？我看一下茄汁青鱼会很好吃哦。原来如此哦，蹦出新滋味了还有这个加美乃滋的，到底为什么呢？大家这个食物里面呢都一定要加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呢？你们确定呢？这个会很好吃吗？来，我们先来穿插一下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潇潇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台中金条领风鸣，过府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姑尊幸驸马怒会满心兴。生病要万幸，哎呀，
心加倍保障礼敬，听诉笑我乐君殿，我回府找伊共论分明。山林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过爱讲风过影。感恩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不论呢是我们的戏曲知识，我们的明天的天气预报，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哦。再来呢，这个忍者说蛙桂姐那叫呢台风面哦，原来如此。这个维力炸酱面加这个茄汁青鱼的这个罐头原来叫做这个台风面哦。就是呢，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在吃的啦没有错，所以叫做台风面啦原来还有这道料理的名称再来呢，大家说这个炸酱面呢，加这个皮蛋呢，搅碎来吃呢，非常的好吃哦。然后呢，蜜蜂大家说感觉大家呢都这个配一些怪东西啦，虽然说呢自己也差不多啦知道就好了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是有朋友呢去到呢这个斯里兰卡的旅行团跟着团呢出去旅游，结果呢他控诉呢这个旅游团呢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当地的天气，以及呢住了这个5星级的饭店呢里面呢居然这个有漏水的啦，有霉味的啦，以及呢这个洗手台还坏掉的然后呢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这个肉还没有熟。那当然呢这个业者呢只愿意赔一点点钱，那呢这个旅客呢当然是非常的生气了居然肉也没有熟听起来是一点蛮可怕的哦。再来呢，播报的是我们新竹的新闻哦。新竹的这个农会呢，开始拍一些短影音哦，也让你呢改变了你对这个农会的想法。是不是有很多人呢对待这个农会呢觉得老旧啦，以及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印象呢，一些刻板印象呢，然后呢他们来拍这些短影音呢，也就是来证实呢自己的上班啦其实我们没有这个偷懒的啦以及呢他们的算钱的速度，还有呢收这一些点钱的盘子的速度呢都是非常的快哦。这是我们新竹的农会的新闻，他们也开始拍摄这些短影音咯。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穿插一首歌曲，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哦。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这一套服装是否好看呢？这个呢，大家说这个冷静一点不要再乱加了不然呢，这个可能会吃坏肚子来听一下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公主最事你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要医生病，待好人挑死不惊。驸马要心无将伊，因为爹娘啊红彩里，
风风翻飞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爸爸金相依。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呢问说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哦？只有我们的花龟大大回答我好看哦。哎呦，害我都伤心了啦哈！再来呢，我们的 CHEO 大大呢上来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掌声鼓励一下下。以及呢，我们韩文的朋友呢，也这个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这个呢，掌声鼓励哦。他说呢，这个是潮剧吗？不是是我们的歌仔戏，在呢大陆那边呢叫做湘剧啊，也可能叫做闽南剧啦，还是什么有可能，我也不太确定你们那边称呼什么啦哈。所以说呢，欢迎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来听一些呢这个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台湾呢明天的天气，还有台湾的新闻内容哦。再来呢，我们的韩文的朋友说呢，张口就知道呢，真的是天赋啦哈！感恩我们韩文的朋友，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忍者说呢，超精彩，感恩。再来呢，这个蜜蜂大大说好像昨天的衣服比较好看啊哈。好了，那明天呢再穿其他套衣服给你看看，看哪一套呢比较好看哦。再来呢，我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伟成说好看啦，补上了。再来呢，我们的这个 XAVIE 大大说呢 ，Apple Music 有吗？没有抱歉，只有在我们这个YouTube 频道呢有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如果要收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可以跟我们做购买哟。在我们这个一张专辑是360元这样子。那呢，因为刚还是补开这个节目所以说连结没有附上来，也欢迎呢加我的 LINE 我打我的 LINE 上来给大家哦。如果呢有兴趣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朋友呢，可以先加我的 LINE， 我再传连结给大家来，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蜜蜂大大说呢，今天太潮了，感觉呢老师呢可以配点这个墨镜就可以原地出道了哦。再来呢，我们来休息一下下先听个伴奏带。等一下呢，要来教大家呢这个新年好的四句联，新年好话4句联哦。好嘞，我们等一下呢要来教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哦。欢迎各位朋友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4句联呢，上次有教大家过了，但是呢还是呢给大家来做复习一下下哦。感恩大家也欢迎呢我们的小秋呢再度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小秋说哈，这个太平歌哈已经下课了，那呢可以来收听了。但是呢，你等一下要骑车回家哈，也注意一下安全哦，因为呢，距离哈是有稍远一点点，对不对？来，等一下呢要来教大家诗句联，先待我喝口水哈。臭豆腐怎样子？臭豆腐炒饭是不是？对，臭豆腐炒饭好像是一个蛮好吃的东西，虽然我自己是还没有吃过这样子了哈。再来呢，忍者说呢，你要先去这个 Seven， 因为呢，这个今天这个主播说呢要补到10点没有错，所以呢你可以先去这个 Seven 呢买个东西呢，等一下回来呢继续配个这个东西来吃一下补到这个10点了再来我们要来教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哦。一天顶李进财，3万吉地寿喜无灾，5号临门6大顺，7岁报喜8仙添寿，9阳临门是专是美大团圆。大家呢还记得呢5福临门是哪5福吗？6大顺又是哪6大顺吗？稍待会呢一并呢来跟大家来做个解释哦。这个皮蛋臭豆腐有吃过哦，也是蛮特别的一道料理啦哈。来，我们来讲呢，早期说这个一条丁，就是说呢，要添个男孩子进来啦。早期呢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当然呢现在的社会是这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所以说呢不管呢你添个男生进来，添个女生进来呢都是非常的棒哦。尤其呢政府有这个补助啦就是说呢这个你生一胎补助10万，你生第2胎一样再补助10万，是可以叠加上去的哦。所以说呢要跟大家来讲这个呢这个生育呢是有补助的，所以呢一条丁不是说呢现代呢一定只能生个男生了这是早期的年代。那呢现在生男生生女生都很好哦。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下课了。这个世哲老师呢，在这里呢，跟这个阿路老师没问题，感恩呢我们2位老师以及呢我们凤鸣社的大家，感恩你们。因为这个蜜蜂大大呢今天有点这个发烧了所以说呢要先去休息，没问题的，赶快先去休息啦也祝你早日康复哦随时有什么问题呢都联系一下啦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也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既然呢有这个天丁之后呢，2就要进财，钱财自己来进来哇，好棒钱进来之后呢，我们说这个3元吉地，3元吉地是什么呢？早期呢有3个考试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聊下去哦。为什么呢？这个罗老师要惊讶一下呢？这个3元吉地早期呢有分这个乡试、会试以及殿试乡试呢就是城乡之间的考试，就是呢等于我们在台南市，或者是你在台北市，你在呢台中市这个单独一个地方的考试哦。再来呢叫做我们的会试，就是我们中央级的考试，到呢中央来考试。再来的殿试是什么呢？殿试呢就是说呢这个皇上特别亲自为你考试，这个叫做殿试。那呢你这3个考试呢都得到了这个第1名呢，才叫做3元吉地哦。所以说为什么祝福呢这个3元吉地3元吉地呢？代表着说呢非常会读书哦。再来呢寿喜无灾就是呢这个四周围这个每天呢都无灾害哦。再来欢迎我们的一轮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
点名到这个凤鸣社哈，没有错哈。我们凤鸣社呢，在我们的台南呢，是我们这个太平歌的哈这个传唱的地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机会礼拜二的晚上哈，如果来到台南的话呢，也欢迎加入这个凤鸣社呢，这个太平歌类似像这个南管哈，只是说呢，这个以前的南管呢是在我们这个皇宫里面呐，比较高贵的人呢在唱这个南管。那呢，这个太平歌呢，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乞丐寮来传唱。它比较不是这个制式化的方式，那呢也代表了说呢，这个太平盛世，这个呢乞丐呢才能来唱这个太平歌哦。所以说呢，如果有来这个台南玩的朋友呢，如果你们选在礼拜二我就带你们呢来去这个凤鸣社呢来参观一下下啦哈。为何是凤鸣社哦？然后凤鸣社呢是呢，这个早期这个阿路老板的阿公所传下来的已经传好几代了哦。那呢，他们凤鸣社你上网查一下呢，它会有很多的资讯啦也从呢，它原本呢，这个发源地在哪里，然后呢，到呢他们搬迁到哪里。什么叫做这个太平歌呢？就是这个南管在这个地方上传唱。那呢，早期呢都会选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家，甚至呢这个官员呢来管理这个乞丐寮。这个乞丐寮呢住了上百人有10几个寮。那呢，这个顶头的这个上头的人呢，就来管理他们，以及呢教他们来唱这个太平歌哦。这就是现在呢为什么太平歌呢还没有失传的原因啦哈。阿路是这个王阿路老板啊，是我们这个凤鸣社的老板这样子啦哈。看这个上面这个小丘有点到这个王阿路老板再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呢来到台南，有机会我也会请这个世哲老师来上一下节目，以及呢我们这个阿路老板来上一下节目。只是说呢，小小电台一次呢只能上一个人没办法上3、4个人，所以呢这点呢请大家体谅一下下啦感恩大家向来与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讲到素习不灾，事时无灾再来呢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是哪5福呢？你们知道吗？5福临门呢，就是我们的寿、富、康宁、好德以及善终哦。寿呢，当然是我们的寿命，我们也希望呢自己可以长命百岁哦。有这个寿有这个寿命之后呢，当然就要有富有啦，当然就是这个富也有富贵之相。再来呢，这个康宁你有这个有这个长寿，有这个呢富贵，当然呢也要有这个健康的身心灵，这样子呢活起来才会快乐。那呢前3者呢都得到了之后呢，我们也要有好德哦，有好的品德，高尚的品德，才能呢与人呢这个不管是平起平坐啦，甚至呢跟人家呢这个谦虚的处事啦这个就是我们的好的品德。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善终哦，我们当然希望呢这个人生的最后不要带着这个病痛而离世，当然希望呢这个好好的离开这个善终。所以呢5福临门究竟呢，你们看到这个春联上面每次写的5福临门66大顺你们究竟知道其中的含义吗？这个5福临门就是我们的寿、富、康宁、好德以及我们的善终哦。5福临门66大顺。我们的忍者说哇好帅好酷没有错。所以呢也欢迎我们的忍者呢有空呢来到台南，礼拜二的时候再来了礼拜二的晚上呢我才有办法带你去这个凤鸣社哦。
再来呢，一样来穿插一下歌曲啦齁，刚刚不小心又多按到一次。来，我们来唱一下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然后呢，来唱我们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跟我们打声招呼哦，感恩大家。哦，主播好赞，台南哦，没有错哦。来听一下我们的七字调。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敢知？亲属就交拜，君在亲上必敢知。在家好庙对你的挺身，可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水明。这是呢，我们一路打金枝这个当中的这个七字调了哈，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忍者说好，祝福这个主播的专辑大卖哦，感恩我们的忍者。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好要去呢这个 7 一下下了哈，没有问题的，没问题。那呢，赶快去。那呢，等一下呢，有机会赶快回来哟。路上要记得注意安全哈，祝福你平安顺心吉祥，感恩。再来呢，我们要来解释66大顺哦。66大顺呢，第一个呢，将来就要我们的君意哈。君意是什么呢？就是君主贤明呐。什么叫君主贤明？你上面的呢这个领导者呢，非常的有智慧哦。不论呢是在这个国家的领导者，甚至呢在你公司的领导者，在你家呢这个一家之主呢，也要这个君主贤明哈。再来呢，当然就要诚行。就是呢，下面的这个臣子呢，非常遵行上面的话语哦，这个叫做诚行。上面的很有智慧，那呢，下面的呢就要跟从这样的意思了哈。再来也欢迎我们的 CHIA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Welcome to 雨涵Taiwanese Opera， 其他我就真的不会讲了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第一个叫做我们的君意，第二个呢叫做我们的诚行，第三个呢叫做我们的父慈。这个父亲呢很有慈悲心，对呢我们的孩子很有爱啊呢，爸爸很有慈悲心哦，当然呢就要有子孝，就是说呢我们的子孙呢要有孝顺之意哦。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君意、诚行、父慈、子孝。再来你就会说呢，这个66大顺当中呢，为什么呢都在讲这个男生怎么都没有讲这个女生呢？因为呢，刚才跟大家解释早期的时代呢，是我们重男轻女的时代。当然呢，讲到这里这个君意。你看我们台湾呢，上一任总统是不是也是女生的总统呢？再来呢，这个父慈以外呢，这个妈妈也要非常的慈爱啦，也要非常慈悲心，对底下的孩子很有爱这样子。
再来呢，子孝呢，不是只有这个呢男生要孝顺哦，上面的呢这个女生也要很孝顺这样子了所以说呢，跟大家讲到这个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兄爱。就是呢，哥哥呢对底下的弟弟呢，这个很有爱哦。这个呢，这个兄爱之后呢，当然就要有弟敬，就是呢，弟弟呢对上面的哥哥很尊敬。这个6个关系呢都非常的和顺才叫做我们的66大顺。这样子大家有听懂吗？还是呢听个母萨萨等一下呢，来聆听这个回放影片的朋友呢，我会把这个资讯栏赶快把它更新好。所以说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就会有我们这个新春这个好话4句连的这个文字档连结新年好为戏故人的文字档连结哦。等我呢，等一下回放影片的时候再做更新。再来呢，我们的小秋把这个阿路的这个社长开始这个自我介绍了，本名叫做王国清啦早期呢，他还这个登记这个中药行，对不对？早期呢是爸爸还是谁在做这个中药行这一块这个顺便介绍一下下啦再来呢，我们的七星报喜八仙添寿。七星报喜呢，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来跟你报这个喜事哦。八仙呢，帮你添岁寿让你呢活到呢，不管是这个120岁啦，甚至呢活到100岁都可以呢长命百岁的这样子。那呢，九爻龙文呢，这个呢就要特别的来做解释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DOR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Hello。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呢，我们歌仔戏的怒骂调，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大家一个欢呼声也让我呢趁机呢来喝口水好嘞，来这首怒骂调，感恩大家。心中当前化归爱，哪敢当唱一挂麦？想兵做事受摇摆，行条大路兵得胜得改。当面做万金之苦，带领阿头来领书。哎呦，哪会这么痛？当着我是拍紧赛裤，你不免相骗，无通存救。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无论呢上来聆听呢我们明天的天气，还是呢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这样子这个戏曲的小知识，都欢迎大家呢一边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一边在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康复了，是不是马上呢又上来了有没有觉得说呢没有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干嘛心里揪揪好像呢这个心里会痒痒的让你们呢造成这个在心里面呢有点感觉说呢没有听到这一台的广播节目呢，感觉心来揪揪啦，心里痒痒的感觉，很不是滋味这样子啦
欢迎我们的蜜蜂大道，也欢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你现在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哈，因为呢他正在发烧的过程当中，也感恩呢他这个在发烧还是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刚才讲到这个一天顶李进财，3万吉地数时不在，5福临门66大顺，7星报喜8仙添寿，9爻龙门。9爻龙门是什么呢？早期呢，在传说当中呢，这个鲤鱼在每年的3月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个龙门山的旁边做等待等待要做什么呢？还要跳过这个龙门山，就会呢化身为龙，就会呢勾动这个云雨啦，勾动这个这个火啦来烧身，那呢它就会化身为龙哦。这是呢我们这个鱼跃龙门的意思啦就是说呢这个飞黄腾达。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常会祝福大家一些好话，无论呢是这个五福临门、66大顺、鱼跃龙门但是呢我们都不知道其中的意思，对吗？那呢就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来跟你来做解释哦。会有点这个被动没掉哦，终于看得懂你在打什么了哇，也是蛮厉害的所以说呢，综合以上呢，如果这个前面的9项呢都做到的呢，那真的是这个十全十美大团圆呐。那我再念一次哦，一天顶李进财，3万吉地数时不在，5福临门66大顺，7星报喜8仙添寿，9爻龙门，是专是美大团圆。这样子大家有学起来了吗？感恩大家。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穿插一首歌曲，我们的花朝宴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也别忘记欢迎线上跟我们聊天咯。用功报70相寿，心不跨些无理由，归爱多数给拜寿，延年今少老优秀。欢迎收听古汉的电台，准时8点，和你来笑嗨嗨。愿的节目陪精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好运来，喜庆新闻报地在，歌戏团唱多自在。喜庆团成，亲
就知。为什为什么呢？突然间降一下低八来唱哦，因为我发现呢，刚刚好像快要唱不上去了哦。哎呀，讲这个规个暗时啊，刚才要唱不起哩啊，所以呢，我们降一下低八哈。再来呢，来跟大家聊聊天哈。我昨天呢，因为我爸这几天呢开始在咳嗽啦，来酷酷扫啦。所以说呢，我就想说今天呢来去买这个八仙果呢，来给他含哦。那呢我就好奇啦，为什么呢这个八仙果呢要叫做这个八仙果上网所查，因为呢里面呢有8种的这个材料这个中药材，所以说呢把它取名为这个八仙果呢，听起来比较好听一点，比较吉祥一点点哦。也欢迎呢我们的忍者呢，他说主播原本呢想要买拉面道没想到呢这个面包店呢还有开，所以呢买了面包拉面道呢1碗要30元。那你面包买了多少钱这样你会害我好奇呢，那你面包买的是不是比较便宜一点点哦？刚刚呢，我们教了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我们的蛙贵说呢，有学起来咯，感恩我们的蛙贵管理员。再来呢，再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7字连空奏。唱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感恩大家呢陪伴我们雨涵电台从刚刚呢这个网络有重开的状态下，陪伴我们呢快到10点钟咯，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我突然间看到这个伟成说呢，喝得好没有错，刚才喝的那一口呢特别的好，但是呢我突然间看到你说呢喝得好害我突然间笑场了那呢再容许我呢喝一口，我们来重新唱一次太搞笑了因为刚才呢想说呢等个间奏顺便呢喝口水呢比较刚好一点，不小心被逗乐了我们重唱一次。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身行百里实在
了，羞愧又分开，红红给笑了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经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我迈，冤家当真呐，讲心抓住彩，情深渐将。心地大，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 BILL 大大哦。以及呢，我们这个外国的朋友哈，这个 DOR 大大呢，他说哈什么 video 哈啊，前面那个字哈我看不懂了哈，所以先跟你说声抱歉了哈。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说呢很喜欢这段，好听，拍手，感恩我们的小秋。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哦，他说好听哦，拍手，感恩我们的伟成。再来呢，我们的国家安全取证哈也说呢我来了，欢迎你。王贵说哈超好听，听不腻哦，感恩你。我们的蛙贵管理员哈，如果呢你在家听这个 CD 片哈，还真的听不腻哈，真的非常的厉害。改天呢这个见面的时候呢，先考试一下哈，唱个这个七字调或都马调哈。会不会很有压力了哈？开个小玩笑。再来呢，我们呢再来唱一首歌曲了哈，因为呢他上来，所以呢我们来唱一下我们传统的七字调，来给大家听一下。那呢等一下呢再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也感恩我们的 V1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快点哦，快10点哦，所以呢赶快唱个我们的七字调，感恩大家。心气啊贝贝呀，走三关改我所以有回中原，我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无山。四盆无单啊，百姓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来来三个啊，来当了水。会心啊，会交开。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忍者说欣赏主播的头发，因为呢卷发还比我帅这样子感恩我们的忍者不嫌弃。那呢，我是不是呢应该称赞一下，说呢我的设计师帮我烫得很好，是不是呢？我还想再去烫更卷一点点不知道合不合适这样子啦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我们的小秋呢以及蛙贵互相打招呼，然后呢我们小秋说好听的都马调，这首是我们的7字调啦。是好听的呢，这个7字调了哈，抱歉。再来呢，我们呢，等一下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你们准备好了吗？每天的深呼吸以及吐气啦哈，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我们的忍者说陈奕迅拜拜了哈，哇，这么高的等级啊！我们准备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再来呢，请大家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哦，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在呢这个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在腹部，甚至呢贯穿到我们的脚底，甚至呢贯穿到我们的脑中，都让我们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别忘记哦，在你吸气的当下呢，这个肚子呢要挺出来；这个吐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要凹进去哦。跟着我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无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今天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长辈，甚至呢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哦。雨涵广播电台呢，认真的呢来做戏曲的传唱，以及呢明天的天气，还有呢今天的即时新闻哦。明天呢这个北中南哦的天气呢，早上呢都是0%，晚上10%。那呢这个台东的天气呢，早上20%的降雨几率，那呢晚上是早上呢是这个10%的降雨几率，晚上呢是20%哦。所以说呢，台东的朋友呢，一样要携带一下雨具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忍者说老师是戏曲学院毕业的好吗？感恩我们的小秋。
也感恩大家上来哦，别忘记呢这个脚抬一下哦，让我们的伟成呢好扫地哦。我们的小秋说呢手机快没电了，所以要先离开了哦。感恩我们的小秋，也欢迎呢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哈、我们的这个蔡妹，以及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 LEO 大大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有新进朋友，我们来穿插一下这个歌曲，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感恩大家。太祖金雕亮光明，贵府提棍王秀丽亭，唯独公主不尊幸驸马奴会满心兴。天老生病，叫万姓。哎呀，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唱歌乐观第一，我恢复做义工如路兵。山灵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清凉，不由过爱讲风花影。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呢，明天再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先感恩一下大家。然后呢，我们的小秋说因为好听呢，舍不得离开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蛙贵哦，以及我们的这个伟成说呢，这个新进来的朋友呢，要记得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帮我们分享起来，感恩大家。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伟成说呢，这个今天的这个歌仔戏节目已经进入到尾声哦，不要再偷跑进来戏院了也别忘记你的手机、钥匙、钱包，记得携带一下剧院呢要准备来做打扫工作咯。那我们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今天呢没有来听这一段这个插把戏的部分啦这个伟成可以放心的啦大家晚安，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明天8点再会。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连肩上那优秀。抱歉我们的这个丽华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我们的许林毅先欢迎。
既然呢有新进朋友抱歉，我们再穿插一次我们这个歌曲，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因为我们的丽华说来晚了，没问题，我们再穿插一首歌曲Uncle 场的概念了抱歉给大家拖到这么晚，先来聆听这首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公主做事你不明，亦是予人心头痒。当酒假使伊生病，待好饮去好心不惊。驸马晓心，无情因为爹娘忘妻离，风风悲冲了去，军队去领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去。也歹八宝金手机，驸马无讲说情义，便过王言听义。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那呢，我们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就让我们明天8点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再来底下说呢，这个地板还有我们的这个忍者大大还打蜡，所以呢变得好亮好刺眼这个呢蛙贵也配合说真的好亮可以当这个镜子咯。你是在整笑也蛮好笑的这个呢，这一段我要截图上来呢，这个我们的群组里面跟大家讲这则笑话。再来让我们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明天8点再会咯。变水天梯乐观天破意，结悲在孤单驸马回归。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事优秀，毋甘将礼赔。老军队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为父替君王受礼庭，为夺公主不尊刑，驸马怒悔满心兴。一老生病，要把安生
心加倍不将你敬，命所照我，老君知音，陪我做伊论好命。怎能惊伊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吟，不由过爱红花影。